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总统赖清德。本来今仔日要出发，要去访问咱的邦交国史瓦蒂尼，煞临时来法庭，因为中国甲非洲三国马达加斯加、摩里西斯甲塞西尔威胁施加压力，结果这三个国家撤销掉总统专机飞行的许可，无法度去了。民进党的立委再去伫立法院临时提案。 提出着谴责案，而且支持政府采取着积极的措施，拓展咱的外交空间。这个提案嘛已经伫个委员会无异议通过了。来看总统赖清德的就职典礼，斯瓦蒂尼的国王斯瓦蒂三世亲身出席，来展现两国深刻的友谊。那原定今仔日回访斯瓦蒂尼来恭喜，却雄雄出现变数。在无预警的状况之下。 无端取消了专机飞航的许可。中共是用尽办法，透过威胁撤销非洲三国大条制裁合并、停止融资和经济制裁等等，要求撤回航权许可。详细来看关键路线，为桃机出发到斯瓦蒂尼，经过塞西尔、摩里西斯、马达加斯加飞航经报区，若无申请到飞航许可，用该路线的方式，可能会找无避港的机场。在咧欠安全避港路线的状况之下，敢若会当暂时决定延后。彰显出我们。 中共啊，他是蛮横的无理，而且失去中共大国的一个风范。国际上的朋友嘛替台湾发声，包括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回应，各国有权自主决定外交政策，北京是无权插嘴。另外，欧盟发言人表示，领空管理的相关决定，不应该互当作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。有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的外交委员会嘛转播总统赖清德的普文。不过，马达加斯加的外交单位强调，敢若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，那这个决定是完全照我国领空主权所做的考虑。塞西尔的外交部嘛重申支持一中，摩里西斯是1月正式回应。对于塞西尔以及马达加斯加护从中国扭曲言论、挑战国际一般惯例。 与飞航安全提出严正抗议。其实，在外交的安排上，本来就有它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常规。那如果任何一个没有安排好的行程就可以来，都是推给中国大陆的话，那我相信这个赖政府一贯的手法，其实民众也很清楚。当时嘛有真侪为民进党的立委伫咧外交国防委员会提出谴责案，支持政府采取积极措施，扩大我国的外交空间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